主后2022年11月23日，每圣安宫读经，需要智慧的时阵，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111篇第1节到第10节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！伫正直的人聚会的大会中，我要专心感谢上主。上主的作为真奇妙，伊也伊作为的人拢欢喜查考。伊的作为尊贵威严，伊的公义永远存续。上主行奇事，互人纪念，伊有恩惠，有怜悯。伊使美娘互敬畏伊的人，伊会永远记得伊的约。伊对伊的子民显明大权能的作为，将列邦的土地赐予因。伊的手所做，信实公平，永远袂改变。伊的命令永远有效，照信实公正制定。伊救赎伊的子民，甲因立永远的约，伊的名是圣，通敬畏。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，照安尼遵行，才是聪明。上主应该永远受称赞。需要智慧的时阵，诗篇110篇到118篇，受称作哈利路亚诗篇。哈利路亚是俄罗主的意思。诗的中间流露出高昂、搁乐观的基调。伫诗篇111篇的第2节、第3、第4、第7节，诗人反复提到上帝的作为，呼吁人爱体察上主的作为，通好互家己伫人生旅途不致失去方向甲目标，因为智慧就伫上主的作为中。人需要对体察上主的作为，来汲取属天的智慧。上主的作为是奇妙伟大的。有一首诗歌歌词讲到：咱有伟大奇妙的上帝，伊创造天地和万物。咱有伟大奇妙的上帝，伊互青面看见，歹脚的会行会走。上帝的奇妙，毋单单是彰显伫伊创造的权柄大能，搁较是彰显伫人的需要甲困难中间。上主的作为是尊严、威严甲充满公义的。公义甲公平一直是先知书信息的重点，是上帝眼中看做上重要的本质。上帝的作为符合伊的本性，伊是公义的上帝，所以伊的诫命、律法甲作为拢是公义的。上主的作为是照伊的话得行，伫伊无不义，所以伊所创造的人也有公义的形象和本质。所以咱应该伫世上努力，互公义彰显，互公平存伫迄中间。上主的作为有恩惠甲怜悯。上帝伫以色列人中间的真济作为，充满着怜悯甲恩惠。伫旷野中，伊对天顶赐落食物，尽管因埋怨食物正阁无味，伊犹原持续供应。虽然因定定背逆得罪伊，伊犹原甲异族的土地赐予因。以色列人一遍过一遍犯罪，原底不配得到上帝的拯救，总是上帝犹原疼因，不断施恩怜悯因。
上主的作为是施行救赎，救赎伫遮是指上帝拯救以色列出埃及，佮互因对巴比伦归回的历史事件。救赎是付上重大赎价，互某人也是某一个物重获自由。以色列人原本伫埃及防奴役，因为上帝施行新约甲大能，通得脱离埃及，重享自由，迈向上帝应允之地。咱则毋是安尼咧，咱本来活伫过犯中，是罪恶的奴仆。总是耶稣为咱付出赎价，献出性命，成做完美的祭，透放咱，互咱无受定罪。对安尼，咱知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，搁知着敬拜伊、学乐伊，应该遵守伊的命令。当咱面对无确定的未来和两难决定的时，咱爱搁较济查考上帝伫圣经中的作为，以及伊安怎伫咱生活中显明伊的作为，通互咱得到智慧，做出正确的决定。默想，我是毋是经常经历上帝奇妙公义、怜悯甲恩典的作为？思想这个亲身经历，搁献上感谢甲学乐。我是毋是经常经历上帝奇妙公义、怜悯甲恩典的作为？思想这个亲身经历，搁献上感谢甲学乐。咱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我学乐你，因为你的作为伟大奇妙，你的公义存到永远，你的恩惠和怜悯，你的名甚搁通敬畏。感谢你施行的拯救，奉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